Hello，各位香港街坊，大家好，我係暢遊假期老闆娘蘇太，今日同大家推介抵玩又抵食嘅中山恩平3日循環美食團，只需要港紙599蚊，小朋友499蚊。第一日我哋由深圳出發前往中山，中午我哋食呢個蒙古燕烤新鮮全羊丸，皮脆肉嫩，食完仲有下午茶喎，就係呢個馳名神灣菠蘿飲食。隨後去華發商行行下街，晚餐安排咗金獎東星脆肉魚丸宴。第二日早餐之後，中午飲滋補陳皮水鴨湯，配呢個特色黃鱔飯，養生又好味。跟住去狂飆取景地33墟街打卡，再行下新會陳皮展館，贈送陳皮糖水。重點推介就係提早入住恩平5星1號大酒店，酒店嘅泳池啦、健身房啦，可以任玩嘅。每一團免費送一間 KTV， 夜晚同親朋好友一齊 K 歌，超放鬆。晚上食豐富嘅海鮮自助晚餐。第3日酒店自助早餐過後，遊覽紅博石。中午食招牌中山荔枝柴燒鵝宴，下午茶飲呢個燒鼠龜苓膏，最後尾結束我哋愉快嘅行程。我哋呢條線路一家大細都啱玩嘅，快啲約埋屋企人齊齊嚟報名啦！我哋嘅諮詢電話同埋 WhatsApp 都係69546128，記得關注我哋嘅視頻號，繼續會有筍嘢分享俾大家嘅。最後尾祝大家暢遊無憂，得閒齊齊玩，多謝大家。